好，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救护车伫赶路救人命，这个车辆让路是有撇步的哦。那开车伫个路里后壁有救护车咧来，到底要安怎让路才是正确佮安全呢？消防队讲，若驶伫个单行道就挖正平，若驶伫个双线道就挖两平，家中的路让出来，安尼就对了。 救护车等警力要去救人，头前车听到救护车来啊，自动向正边挖过。因过这台白色车伫内线拍算要正弯，看到外车都有车又搁碰转来，一直驶伫救护车的头前。救护人员有够着急，冲进前，甲指挥车这台车赶紧驶离开，让救护车。 民众认为讲，这台白色车是刁工挡救护车，不过相对检查行车记录器发现讲，这台车的驾驶应该是伤过紧张，唔知要安怎让救护车。可能太紧张了，那救护车刚好又在他的右侧的部分，他没办法往右侧插，所以他直接往前开。那原则上他已经有礼让的动作。相对员讲，伫路若拄到救护车，要安怎安全让伊有方法，就是讲你若是单行道。 你著驶位正平路边停好，啊，若是双线道会使停双平，而且爱保持冷静，啊，若无就像这台车同款，碰过来搁碰过去，本来是要让，最后煞变成挡到救护车。